咁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確確實實係後補佛嘅養成所啊！包括我哋彌勒菩薩亦在其中啊！你睇《無量壽經》後半部，彌勒菩薩當機啊！彌勒菩薩喺邊度呢？喺西方極樂世界啊！嗰個地方實實在在講，就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培訓所，喺嗰度培養訓練噶。佢哋將來到十方世界去示現成佛，咁樣一個地方啊！所以佢嘅殊勝決定唔係一切諸佛剎土能夠相比嘅。我哋睇下邊注解，阿毗跋致呢個係印度話，梵文音譯嘅。下邊講出呢一句話嘅定義，此云不退，翻成中國意思係不退，不退轉。不退有三種。第一個係為不退，入聖流，不墮梵地。凡聖嘅差別，凡夫決定生死輪迴，聖人決定不墮輪迴。凡聖差別喺呢個地方，所以小乘初果須陀洹斷88品見惑，就叫入聖流。佢呢個位置就不退啦，所以佢唔會墮三惡道。雖然冇出三界，佢只係天上人間7次往返，喺天上人間都修行嘅。呢個7次往返咁長時間修行，證阿羅漢果，出咗三界。所以呢個叫做為不退。小乘初果，圓教初信，呢個係呢個地位。第二種呢，行不退，呢個行係菩薩行，行道生，不墮二乘地。小乘人願力細，唔能夠普度眾生。換一句話講，佢度眾生要同佢有緣，冇緣佢唔會主動去幫助人。唔似大乘菩薩，大乘菩薩我哋喺無量壽經上睇過，做眾生不請之由。換句話講，佢幫助眾生係主動嘅，眾生冇揾佢，佢去揾呢啲眾生，呢個係菩薩。小乘人唔會揾人嘅，你揾佢可以，佢唔揾你。大乘菩薩主動要揾眾生，
所以呢個行不退係絕對唔會退到小乘去當資料漢，唔肯度眾生。呢個第二叫行不退，第三叫念不退，呢個係最高嘅。呢個係原教初住菩薩，破一品無明，正一分法身。華嚴經上講嘅法身大事，呢個念不退係法身大事，深深流入薩婆若海。薩婆若亦係梵語，翻成中國嘅意思叫一切總節，仲係個比喻，比喻佢深，比喻佢廣大，亦就係講佢深深都與如來果地上嘅一切種智相應。我哋喺三皈依裏頭皈依佛，佛係覺而不迷，念念流入薩婆若海，嗰啲係道道地地嘅皈依佛。道道地地嘅皈依佛，念念與如來果地智慧相應，念念不迷啊！咁呢個係阿鞞跋致嘅意思，一個名詞嘅解釋。若若此土，若若係如果就我哋娑婆世界嘅狀況嚟講，藏教初果，你天台加盤教藏通必圓，藏教初果，通教見地，別教初住，原教初信，名為不退。呢個係四教佢哋修行到呢個地位，呢個為不退啦，咁就入聖流啦。所以原教係初信，別教係初住，別教初住等於原教嘅初信。咁呢四個地位係相等嘅，但係各位要知道，呢個相等只係喺斷惑相等。就係斷煩惱相等，智慧不相等。智慧藏教初果比唔上通教見地，通教見地比唔上別教初住，別教初住比唔上原教初信。所以智慧功德唔一樣，嗰啲係不等嘅，只講斷惑相等。咁呢個斷惑通通都係斷88品見惑，呢個見思煩惱斷盡啦，所以叫為不退。通教菩薩，各位睇呢個地方，藏教就冇啦，藏教阿羅漢亦冇啦。藏教菩薩、通教菩薩，別教呢
10回向，別交10回向，願交10信，命行不退。所以行不退嘅時候冇撞交。咁再睇念不退呢，跌初地，通教亦冇咗，通教有菩薩亦有佛，通教佛亦冇啦。從別教初地，願教初住，因為呢個地位破一品無明，正一分法身，所以叫做念不退。呢個係四教，你一睇就知道啦，就清楚啦。呢個通通都係從斷惑相等嘅，智慧功德嗰啲完全不相等。嗰個原教初住比別教初地要超出太多啦。今淨土，我哋再睇睇呢個特別法門，五逆十惡，呢個係造作極重嘅罪業。五逆罪、十惡罪，佛喺一切經裏邊都係咁同我哋講嘅。呢一生當中一定墮阿鼻地獄，呢個罪太重啦。乜嘢係五逆呢？第一個，出佛身血。釋迦牟尼佛在世，提婆達多所做嘅。提婆達多墮地獄，佛嘅福報非常大，冇人能夠害得了佛，而提婆達多蓄意害佛，曾經從山頂上推大石頭，想將佛砸死。佛有護法神，護法神喺空中將石頭接住，碎片落嚟啦，將佛嘅腳砸破咗，流血。呢個叫出佛身血，令佛受咗點傷。呢個罪過係墮地獄嘅，佛係人天導師啊，所以呢個結罪唔係喺佛呢一個人身上結嘅，係喺大眾，你將呢個人害死啦，大眾嘅法身慧命冇啦，所以佢結罪係從一切眾生身上嚟結罪嘅。佛係三界導師，你叫三界一切眾生聞法得道嘅機緣斷咗啦，呢個罪重啦。所以呢個唔係害一個人，害一個人邊有咁大嘅罪呢？唔係害一個人，而佢影響所及係三世一切眾生，從呢個地方結罪嘅。咁第二個呢，殺阿羅漢。阿羅漢智慧福德比佛咁細太多啦，佛福報大，害唔到佢。
阿羅漢可以害佢，可以能夠殺害，呢個罪亦墮阿鼻地獄。點解呢？阿羅漢亦係教化一方啊！佢住喺呢一方，呢一方人能夠聞法，能夠破迷開悟，能夠了脫生死。你將佢害死咗，呢一方人呢個機緣都斷咗啦，亦係從呢個地方結罪嘅。害佛害阿羅漢，佛同阿羅漢地位都係老師。換句話講，真正利益一方嘅真正嘅善知識，你如果害佢，罪過就大啦。換句話講，你如果能夠擁護供養，咁你所得嘅福報亦就大啦。孔老夫子，我哋如果係讀歷史，孔老夫子喺當時並不出名，知名度冇咁高啊，亦冇做過乜嘢大官，冇乜嘢顯赫嘅功績啊。實在講，好普通一個不得志嘅人啊。自己嘅抱負不能發揮，點好呢？最後迫不得已翻去揾幾個徒弟嚟教學啦。將自己嘅智慧才藝傳俾底下一代，佢係出自於真心，冇一絲毫為自己名利着想，出自於真心。呢個係善知識啊，真善知識啊！影響到千年萬世，遵守佢教訓嘅人，依照佢教訓去做嘅人，必定得福啊！佢所傳授嘅人天福報功德尚且不可思議，何況佛於阿羅漢所傳嘅係世出世間無比殊勝嘅功德利益。所以呢個罪係墮地獄。咁第三，殺父親；第四，殺母親。父母對我哋嘅恩德第一大啦，我哋嘅生命得之於父母，冇父母邊有呢個生命呢？我哋圖報恩都嚟唔切啦，點可以去殺害父母呢？所以殺害父母喺今日世間法裏邊，法律上呢個罪唔算係好重，但係呢個性罪好重。換句話講，殺父殺母，你將係墮地獄，墮無間地獄。邊個判你墮無間地獄呢？冇人判你嘅，自自然就去噶啦。呢個叫性罪，冇人判你嘅。所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唔需要有人審判嘅。呢個事情係事實，世間確實有地獄，呢個六道裏邊確實有地獄道。地獄好複雜，種類好多，其中有無間地獄。各位讀《地藏菩薩本願經》就了解啦。佛喺《地藏經》裏邊講得好清楚，呢個當無間地獄，第五個係破和合僧，和合僧團。要用現代嘅話嚟講咧，就係佛教用師資嘅培訓所。和合僧團係培養佛教育嘅師資，培養弘法人才嘅咁嘅一個機構。你如果蓄意破壞呢個機構，你呢個罪過呢，亦係墮無間地獄。所以佛同我哋講，只有呢五種罪業係墮無間地獄㗎。諸佛出世都幫不上忙，救不了你啊！必須喺無間地獄罪受滿啦，只能出嚟。但係無間地獄嗰個時間就太長太長啦，亦係無量劫啊！太可怕啦！十惡呢個好懂，就係身做呢個殺盜淫、口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意貪嗔癡，呢個時常講嘅呢十種惡業。十種惡業造作嘅人睇佢嘅用心。分呢個十惡有上品、中品、下品，呢個罪嘅輕重睇你嘅用心。咁樣嘅人通常都係墮地獄嘅人。臨命終時十念成就大業往生，居下品者皆得三不退。呢個係真正不可思議嘅。根本就係唔可能嘅人，喺呢個法門都能夠圓滿成就。53面，53面，第一行最後一句睇起，今淨土五逆十惡，十念成就大業往生，居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但係得念不退嘅係原教初住菩薩，別教初地菩薩，呢個係帶咁重嘅罪業去往生嘅，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佢呢個地位就等於原教初住，別教初地，呢個簡直係一步登天啊！非常唔容易。由呢度睇到淨土嘅殊勝。我哋睇底下呢一段文，言句教導，呢個教係經典，就係佛所講嘅一切經，呢個係教，係教科書，都係道理。如果依佛嘅教學，依一般所講嘅道理，若是凡夫
則非初果等。初果係聖人，佢而家係凡夫，決定唔係聖人。若是二乘，則非菩薩等。假如佢係聲聞緣覺，佢當然決定唔係菩薩。呢個就係講階級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若是異生，則非同生乘等。呢個異生就係別教嘅三賢位，同生係原教嘅初住位。呢個同與別點樣分化呢？係講真心本性，明心見性啦。你同佛所用嘅心係一個心，用真心，嗰啲就叫同生性。當你未見性之前，你用嘅係色心，就係八識，唔係用真心。同佛用嘅心唔一樣，一個用真心，一個用色心。真心亦叫做真性。呢個就係同生性同異生性嘅差別。咁三賢位嘅菩薩係別教三賢，因為別教初地就係同生性，初地佢用真心啦。呢個分得好清楚。咁西方極樂世界點樣一往生造作五逆十惡咁重罪嘅人，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立刻就正三不退，正三不退就係同生性，超越咗聲聞緣覺權教菩薩。呢個超得太多啦，呢個係教，道理上都講唔通啊。所以呢個係好特別嘅法門。憂念不退，非復而生。念不退係原初住別初地，係同生性，佢決定唔係異生性。行不退，非僅見道，位不退，非是人聞。呢個意思不必講，各位都能夠體會得到。劣等則成大妄，呢個大妄係大妄語啊！點能凡夫一下就變成原初住嘅菩薩？原初住係發生大事啊！咁點可能一下就超越到咁多？呢個超越就係劣等，劣等喺佛法裏邊呢個係大妄語。進步則捨故稱，就係舊嘅稱呼。譬如講斷一品無明，正一分法身。你講初住菩薩就唔係十信為菩薩啦，十信升咗一級，前邊嘅稱呼就唔要啦。好似你喺學校讀書，中學畢業啦，依家考取大學，從前係中學生，依家係大學生。以前中學生嘅名稱唔要啦，捨棄啦，依家係大學生啦。呢個亦係一樣嘅，佛法亦係一樣。如果係證得初果啦，咁就係聖人，就唔係凡夫啦。
凡夫名稱捨去咗，就成咗聖人啦。如果證得行不退，咁就係菩薩啦，絕對唔係二乘，二乘亦捨棄啦。呢個意思就係咁樣，往生一提升一級，以前嘅稱呼就捨棄啦。為極樂同居，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前邊所講嘅係常理啊，係正常嘅現象。極樂世界啲講唔通啊！點講唔通呢？煩惱罪業未斷，換句話講，佢根本就係凡夫。但一生到嗰個地方，佢就證三不退啦。三不退係發生大事，咁佢到底係凡夫還係發生大事呢？講佢係發生大事，佢煩惱未斷，見思煩惱在；講佢係凡夫，佢證咗三不退。所以極樂同居淨土，一切俱非，一切俱是。你講佢係凡夫亦得，講佢係初住菩薩亦得，咁就係俱是。你講佢唔係凡夫亦啱，講佢唔係菩薩亦啱，咁就一切俱非。極樂世界真正不可思議啊！十方佛土無此名相。釋迦牟尼佛同我哋介紹十方無量無邊諸佛剎土，嗰啲剎土裏邊冇呢個現象，無此階位，凡聖階位裏頭都冇嘅，絕對唔似呢個極樂世界，亦無此法門。十方世界嘅狀況同我哋娑婆世界大致差唔多，非心性之極致，持名之奇分，彌陀之大願，何以有此？呢個係將呢個事實真正嘅原因同我哋講破啦。心性之極致，只係到達，極致係到達咗頂點啦，就係我哋用嘅真心本性，真心本性到達咗極點。呢個係講乜嘢呢？講能念之心，不可思議。能念嘅心不可思議。咁各位要諗一諗，呢句話實在係非常非常唔容易講出嚟嘅。所以印光大師讚嘆呢個注解話：古佛再嚟為《彌陀經》作個注解，亦不能超過其上。印光大師讚嘆，亦係讚嘆到頂點啦。咁我哋知道，印光大師係大勢至菩薩再嚟。大勢至菩薩對呢個注解如此嘅讚嘆，咁究竟大師係乜嘢人呢？佢如果唔係阿彌陀佛再嚟，必定係觀世音再嚟。可惜喺歷史上冇記載，佢嘅身份冇暴露。
如果唔係彌陀觀音再嚟，點能當得起大勢至菩薩如此嘅讚歎？所以我哋能念嘅心係真心嘅極致啊，非同小可啊！所念嘅阿彌陀佛名號功德不可思議，就係持名之奇分。念佛法門，一般人輕視啦。呢個就係經上一再講嘅難信之法。點解呢？冇咁大嘅智慧，所以佛講呢個法門，要叫住舍利弗同佢講。點解呢？智慧第一，唔係智慧第一嘅人，佢不能接受。化緣會上，我哋睇到文殊普賢發願往生，再都說明呢個法門殊勝無比，任何一個法門都不能同佢相提並論，所以佢嘅成就不可思議。彌陀之大願，我哋能念嘅心性嘅極致，所念呢個佛號，咁叫持名嘅奇分，再加上阿彌陀佛本願威神嘅加持，所以只有呢種特殊嘅現象。嗰啲就係一品罪業都無消，到嗰個地方去就同原初住嘅菩薩呢個別初地嘅菩薩就平等啦。呢個地方亦解答咗我哋一個重要嘅問題，嗰個就係羅什大師彌陀經上所翻嘅一心不亂。玄奘大師嘅譯本係直譯嘅，梵文嘅原本唔係一心不亂，一心不亂係羅什大師佢用嘅。後人對於呢個一心不亂提出咗好多嘅意見，因為一心不亂實實在在唔容易。事一心係斷見思煩惱，換一句話講，阿羅漢嘅境界。利一心就係原初住，別初地發生大事嘅境界。我哋讀咗呢一段，對於羅什大師所翻嘅一心不亂呢個疑惑冇啦。點解呢？五逆十惡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證三不退，證三不退就係利一心不亂，唔係事一心不亂啊！可見得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利一心不亂，立刻就得到。問你點樣得到嘅？仲唔知道？
如果唔係偶大師為我哋講出，我哋點知道糊裏糊塗就得到噶啦？呢個就係心性極致，持名其分，本願加持，咁樣得到噶。一生補處者，此一生補佛為。呢個補處就係我哋依家講嘅後補。所謂後補佛，佢嘅成就實在講同佛完全相同，只係唔喺佛嘅位置上。佛嘅位置出缺啦，佢就補上去，呢個叫後補佛。我哋稱之為等覺菩薩。如彌勒觀音等，彌勒菩薩係我哋呢個世界嘅補處菩薩，觀世音菩薩係西方極樂世界嘅補處菩薩。呢個係舉呢兩個人做一個例子。極樂人民普皆一生成佛，普係普遍，換一句話講，每一個人都係一生成佛，絕對唔使等到第二生嘅。前邊我哋見過啦，人人別實證補處，實實在在啊！呢個唔係假設嘅，唔係假設嘅，唔係相似嘅，實實在在一生當中一定證得補處嘅呢個果位，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數之也。經常講嘅諸上善人，上善就係指嘅補處菩薩。補處菩薩喺西方極樂世界太多太多啦。咁從呢個經文，我哋亦得到一個消息，亦了解一個事實狀況。嗰啲就係講生到西方極樂世界要幾多時間嘅修持，至能夠證得補處菩薩。換一句話講，至能成佛。呢件事情大致上我哋依家明了啦。尋日同各位講過，阿彌陀佛成佛以嚟到依家，佢嘅時間係十劫。十劫當中，補處菩薩呢個數字超過咗一半，因為佢講嘅係多有，佢並冇講少有啊，少有唔到一半啊，多有咁絕對係超過一半嘅，超過一半。當然呢個世界第一劫、第二劫咁已經到呢個位置冇問題啦。第三劫去嘅，第四劫去嘅，第五劫去嘅，到今日成就啦。咁可以講佢嘅數字只有一半。如果第六劫去往生嘅，亦到補處菩薩，咁就係超過半數。咁第六劫去嘅到依家咧，四劫。我哋想到呢個事實，就知道西方極樂世界修行快速啊！
所以各位，你諗諗呢段經文，雖然冇明說啊，經文裏頭意思已經好具足啦，但係佢總係3劫到4劫就成就啦。我哋呢個世界3大亞僧祇劫啊，人哋嗰個地方3劫4劫就成就啦。所以佢講多有一生補處啊，決定超過半數，超過半數，咁我哋諗嗰啲往生嘅人應該係喺第6劫啦。阿彌陀佛成佛10劫，應該係第6劫啦。佢已經到達呢個地位啦，咁只能超過半數。第6劫、第7劫到嗰度都已經淨得補處嘅位置啦，必定係呢個現象。所以呢個補處菩薩不可思議啊，人數太多啦。復次，釋迦一代時教，講釋迦就代表西方世界以外嘅諸佛剎土，又以外諸佛剎土裏邊嘅狀況，同我哋呢個世界差唔多。釋迦佛足以代表。我哋睇釋迦一代時教，為華嚴明一生圓滿。我哋睇一切經，除咗呢個淨土3經以外，你睇一切經，講一個人喺一生當中修行圓滿，就係證到補處菩薩成佛嘅。只有華嚴一部經講到，其他嘅都冇。華嚴善財童子一生圓滿，佢53參，呢第一參嘅時候，佢嘅地位係圓教初住菩薩，每參訪一位善知識，佢嘅位置提高一層。佢參訪咗53位善知識，呢當中等覺菩薩有11個，其他嘅都係每一位菩薩提升一級。所以到咗參訪普賢菩薩嘅時候，佢圓滿成佛啦。而一生圓滿之因，呢一點非常重要啊！佢一生點解圓滿成佛呢？則末後普賢行願品中10大願王道歸安養。善財喺華嚴會上參訪摩耶夫人嘅時候，佢就係等覺菩薩。摩耶到呢個彌勒菩薩10位善知識，換一句話講，佢已經係久居等覺啦，唔係新成嘅等覺，久居等覺啊！彌勒同佢介紹普賢菩薩，普賢菩薩勸佢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到極樂世界完成佛道。呢個係要我哋深思噶，要好好去諗諗，不能含糊籠統睇過。點解呢？你只能夠真正認識呢一切法門裏邊邊一個法門殊勝，
令我哋慧眼開啦。我哋有能力選擇法門啊！普賢菩薩不但係勸善財往生淨土，且以此勸進花藏海眾。花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花藏世界嘅人全部都係同生性嘅，冇異生性嘅，都係明心見性，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至能夠進入花藏世界嘅。咁呢個41位就係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咁換一句說話講，普賢菩薩係以十大願王勸導所有花藏世界一切菩薩通通念佛求生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花藏世界嘅導師係毗盧遮那如來，文殊普賢係毗盧遮那嘅助手，左右助手。依家文殊發願求生，普賢勸導大家通通到生到極樂世界。毗盧遮那佛呢兩位大弟子啊，冇背叛老師啊！喺我哋想象咁仲得了嘅，將老師所有嘅同學通通帶到西方世界去，咁仲得了嘅？毗盧遮那佛冇出面嚟干涉佢，冇講佢做得唔啱。好似呢啲事情，我哋多諗諗，對於淨土法門，至會真正認識佢，你至會真嘅相信，真嘅發心，真信切願，一心持名，就係心性極致啊！所以佢嘅成果，十方世界嘅菩薩都不明了，究竟為乜嘢原因？呢個罪業極重嘅人，念幾聲佛號到西方極樂世界，居然佢呢個地位德能就同等覺菩薩一樣，但係佢又唔係等覺菩薩，佢煩惱未斷，佢嘅呢啲德能都係阿彌陀佛本願加持嘅。阿彌陀佛係作增上緣，但係佢有因，因係乜嘢呢？心性極致，呢個係因。呢下邊嗟乎凡夫麗燈寶柱，其長極談，不可測度。呢個係偶爾大師一個感嘆嘅話。各位要睇清楚，我正話所講嘅，只係將呢個往生嘅人，誤逆十惡往生嘅人，只將佢比作原初住嘅菩薩，我哋已經就覺得不可思議。其實
我呢個比嘅仲唔夠啊！牛益大師喺呢度講嘅，應該同邊個比呢？寶柱菩薩比啊！換一句話講，五逆十惡咁重罪嘅人，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佢嘅一切受用同等覺菩薩相等相同，咁仲得了咩？呢個法門邊個相信？冇人能相信啊！呢個真嘅係諸佛嘅境界。牛益大師講得好，非九界而自己嘅智慧能夠明白嘅。呢個九界就包括咗等覺菩薩啦。連等覺菩薩要憑佢自己嘅智慧，佢亦搞唔清楚啊！呢個地方同我哋點出嚟啦。凡夫麗燈寶柱，真嘅係奇暢極談。不可測度，呢個不但係凡夫不能測度，聲聞緣覺法身大士都唔能夠測度嘅。華嚴所品卻在此經。華嚴經裏邊所講嘅一生成佛嘅宗旨就喺本經，所以呢個經係華嚴嘅歸宿，係華嚴嘅總結。天下古今信鮮而多，呢個鮮係好少，相信嘅人好少，懷疑嘅人好多。自古至今，無論係中國外國，對呢個法門抱住懷疑嘅態度，不能相信，遲犯易食。遲係言語文字，對於淨宗討論得好多，討論得越多，呢個意思越不明顯，就係連好多又修又證嘅呢啲大德，佢哋呢個注述談論裏邊，對於淨宗都懷疑。比如利長者嘅《華嚴合論》，呢個了不起嘅人啊！《華嚴經》自古至今就有兩個注解，一個係清涼大師，一個係理通圓居士嘅利長者。理通圓佢喺清涼之前，但係嗰前後不太遠，算係同時代，年齡比呢個清涼大師要大。佢為《華嚴經》作注解，嗰個感應
就不可思議啦。佢要揾一個清靜嘅地方，喺山上路上遇到一隻老虎。呢個人真有道心嘅。一般人見到老虎就趕快走啦，佢見到老虎不但唔走啊，攞個拐杖仲敲敲老虎嘅頭。我要揾一個地方，清靜嘅地方，為《華嚴經》寫個注解，你知唔知道啊？知道帶我去啦。嗰隻老虎搖搖尾巴就帶佢去啦。揾到個地方果然唔錯，喺一個石頭洞裏邊。石頭洞係老虎竇啊，一竇個老虎，洞外邊有泉水啊，環境非常幽靜。佢點點頭，呢個地方唔錯，老虎搬屋企啦，將嗰個地方讓俾佢。佢喺嗰個地方發生呢個注經，就喺嗰個泉水池塘裏邊，有兩個年輕嘅女孩子從呢個池塘裏邊出嚟。每一日照顧佢嘅生活，所有一切用具佢都同佢準備得好好。一兩年，李長者好專心啊！呢兩個侍候佢嘅人，佢都冇仔細睇睇，當然亦冇問佢你姓乜嘢啊，叫乜嘢名字啊，冇。2年當中冇打招呼，亦冇正睇一眼。呢個合論寫成啦，著作圓滿啦。佢就諗起嚟，呢兩個人我要嚟見見佢，問佢屋企住喺邊度，叫乜嘢名字。呢念頭一動呢，呢兩個人冇啦。佢以為係鄉村底下到山下到處去打聽，冇人知道。呢個係感應啊，天人共讓啊。李長者喺合論裏邊就講，西方係權，花藏係實，花藏大，西方細。而咁樣嘅人對於西方世界仲打咗好多問號啊！何況其他嘅人？所以呢個法門真嘅叫難信之法啦。牛益大師喺呢度呢個持飯以食呢4個字，亦就係對李長者而講嘅。於唯有剖心瀝血而已。呢個剖心瀝血講俾大眾知，李長者佢講錯咗啊！《華嚴經》其他部分講得啱，對於西方極樂世界嗰一段佢講錯咗。再睇底下呢一段，舍利弗，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呢個地方，世尊叫住舍利弗，亦就係叫住我哋，勸勉我哋要發願，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應該要發願求生淨土。前邊講過，
華嚴係世尊一代時教嘅根本法律。所謂係一切經都係華嚴眷屬，華嚴係根本啊！呢個根本歸宿卻喺西方極樂世界，歸宿喺阿彌陀經。一般人不能相信，總係善根未熟啊！善根熟咗，一聽就相信啦，就接受啦。善根仲未熟透，蕅益大師苦口婆心為我哋開導，將呢啲疑難一層一層替我哋解開。我哋明白之後，應當發願求生，咁至不辜負蕅益大師。呢個地方，佛又特別勸勉我哋求生淨土。當然，淨土嘅殊勝就喺上善俱會，呢個實在太難得啦。